欢迎收看《后生太上宫》，有吧太家公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圖書中阿中古，又到嚟老後生人打最古嘅時節啦。根據統計，2017年嘅時節，全台灣看天然嘅人次差唔多係4500萬人，韓國咧票房有100萬億嘅新台票，按都是看得出來，看天然對人類一般嘅生活當中，真係當重要嘅一部分。今日就講到6個後生人老大家共下來分享，今日看天然嘅時節要注意哪條空 QQ 中場歡迎。首先，老大家小記到係阿子怡。大家好，我係看天然嘅寫本，效果下到就會做順風嘅人嘅書記阿子怡。對，老大小記到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最好看愛情文藝片，就算佢動我把你發，我每次都哦都好看嘅李家哥哥。第三集啦，小記到阿葉妹。大家好，我係動好看恐怖片，尤其係啲都有鬼嘅嗰種恐怖。跟你全部卡照姜嘅之後呀？我也在講誒。在講嚇，有咁有？咁有？幾好？夢影吧。好，等下嚟看。有中獎啊！有中獎。等下嚟看阿葉妹都在看啲恐怖片，也係照姜，你等下就知哈。第四集啦，小記到係白劇啊。大家好，我係無論何哪一種天然哦，全部都自然地位都太嬌太笑嘅中白劇。第五集啦，小記到阿思娟。大家好，我係最唔好看恐怖片嘅思娟。最叻啦，小記到阿小鳳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係從細到大就看阿成伯嘅天樣都睇嘅小鳳。先生好，阿成伯係乜啥？周星馳啊。我以為是星巴克。哦，冇聽咗。不過一下，請大家去努力一下，回想一下哈，可能有啲人可能一下想唔起來係冇。人生當中可能第一出嘅天然係乜嘅天然，咱講乜嘅世界，定係為來看嘅阿子怡。其實真係想唔起來，人生地背都看嘅第一出天然，不過我印象當中嘅係我第一出經歷嘅天然演開嘅天然，就係 Titanic。Titanic，嚟唱你英文先生。Titanic。Titanic，嗰陣時我印象當中嘅，因為主要係我嗰陣時年紀當細嘛，當後生，再過來就係呢，我係去苗栗嘅天然演看到，唔係台北嘅天然演。國新戲院的哦，專程去苗栗啦。唔係嗰陣時就多多好賺落噃，因為可能我嘅阿 Q 係喺馬莎就帶我去看，嗰陣時我真係會嚇到會嚇死。基於你係環境嘅天然。哎，從比賽時間，我拜託不要。因為地位都就會色色嘅，我就感覺唔會送排泄。動感嘅。真係藝術。我同我真係嚇到咧。後輩嘅白劇第一部天然係乜嘅？係，因為講到第一部，真緊我記唔清楚啦。咁我從自己強落嚟分享一下，第一部行落去天然係經驗好咧。因為第一部行落去天然係因為我爸爸我妹讓我爸爸大家兄弟嗬，係讓我強落嗬，東上嘅花錢嘅平時。所以我很記得我帶我老太強下去天然係東南地嘅事情，所以我永遠記得。嗰兩時大家去看嘅係《阿凡達》，呢啲大家要看過。我嘛要看，要看哦。咁我我咩嗰兩時呢啲係上物嘅嗬，大手筆哦，本來都看係3D 嘅哦。因為時尚已經看3D 嘅咩？都貴哦。咁我嗰兩時我喺問我咩講，因為特別看係同學啊、朋友啊，去天然那個期間，因為南定嘅爆米花、涼水啊，啊用左一支右一支嗬，都很福咁嘅。我就讓我咩講，我咩愛哦，我咩想愛買嘅買嘅熱狗啊、爆米花那個東西哦，我咩講，唔是。你講怎麼可能唔是咧？我要帶。嘿，錯！你至於想了解張嗎？全部黑漆漆的嘛，哈，看我地位多，基本是講你要買東西，應該皮都應該是啲咧。對啊，腫了。係聽。你就係5月這期看係嗎？5月這。我啲係哪片買來嘅？時尚英哦，貴婦抗英哦，到個天然嘅地位都是腫了。真嘅容人會，唔記得。3000字幕唔係張白劇，係張媽媽。中間協同。一係傳下來嘅啦。難怪真嘅要傳到啱嘅，非常強，不應該站嗬。真嘅，三號嚟問阿娟嗬，阿娟第一擺看嘅天樣，以天樣演看嘅天樣係乜嘅？
啊，記得喺幼稚園嘅時節啦，爸爸嗰時節咪講是鵪鶉是係當然嚟去屏東飼料，啊就想講啊冇，我們嗰時節唔掂啊嘅很多天養，啊我就我係聽到爸爸去咪去屏東飼嗰個。你睇擺去個太陽堂地方，然後玩無所所唔知道做乜嘅，嗰擺人地講，嗰擺看嘅天陽很多新12生肖。哇！咁咪天陽。嗰邊係喊得太唔掂。以前有啲清風嗰個女打五星嘅嘛，林小樓。林小樓係要演入部作品，係裏邊有啲角色喺度。你是什麼東西？伊講。我是天之驕子龍種，龍種。而家嘅網路上面係有人上傳一部天陽，可以看一下。龍種，龍種本來相當嘅語言，台北龍種，龍種，龍呀係龍種嘅東西，龍種。冇叫嘅，正經老太講，42上小吼，正經《平安哈娜台》，它是1990年7月上映的，係青葉風，青葉時節上映，正經《平安哈娜台》。係講是我一世。哎，我這樣是忙出世，可能很多田檔，忙出世。我叫什麼咩忙出世？洪思權就講出這個角色，然後按呢做唔對。不過經濟統計，你看得出係啊，天壤地別按到2年的片啊，就講西洋片，韓國啊有那個亞洲地區的片，看得出來鐵葉名啊賣最好是美洲片，所以地別最多是美國片，佔了差不多有75%按到，差不多票房佔了75%，咁麼再來是日本啦、韓國片佔了11%有按到。不過撒哈的個問題在講，按到冇強容2年地別，因為看哪種片呢？你講？其實我喜用片，然後嘅防疫片我都會看，但是我較好看嘅防疫片，其實記得睇細細嘅時間吼，就多一下，其實喺講過年有個賀歲片嘅發放，都可以看一下，裡面來知道那些支持國片。金雞報喜。喺看經驗，喺乜經驗？佢知道動有咁奇怪嘅嘢嘅感覺唔掂啊！可是我先知道，發錢嚟去燒一下，其實咩動好韓國。青蔥又出來支持國片啊！所以支持國片咧，唔單止唔嘅順豐嘅北美咩當支持。係啊，咩係青好看嘅防疫片，最近再來就係日本片，再來就是西洋片，尤其係細細時節就當好看嘛，衛視電影台啦、龍祥電影台啦、東森電影台，我全部都看一輪吼。咁一下呢，我硬看日本嘅片吼，自動療癒。因為印看嘅就印象我去日本了，佢以前歌係是做嚟出去了，期待吼，期待，佢眼冇期待看到吼。你來講下你最好看嘅2年嘅天壤係乜嘅？咁後尾就講台鐵嘅影哦，全當好看西洋片嘛。其實我咪係啊，用佢講，唔過我西洋片係有限時間，有挑錢嘅吼。對我來講，最好看嘅西洋片是做得講。英文講西班牙做唔得，西班牙、法文做唔得，乜嘅法文啊，哎呦，唐式該種吼，真係唔好看嘅。我就會有這種先入為主嘅觀念啲嘛。奇怪呢？打開嚟看，哎呦，唔可以講英文，哎呦，關鐵。正經話用佢講，你講其他嘅，譬如講日本啊、韓國啊、中國啊，有都係好看，不過梗係屬那個實屬難得的部分。實屬難得。因為佢係英文欣賞啊。所以應該係管個唐英文啊。我感覺像在那個東洋片啊，個節奏吼，冇好慢啊，一鋪陳按叫哦，看到嘴面是水滴咯。正經唔係要按樣咁樣，大概看日本天壤時節，都做到一半，那個水滴過上，還沒繼續接上去，還沒結束啊！然後啱啱結束，我就按樣感覺嘅阿娟，因為好看係哪種片？我其實防疫片同西洋嘅片，我其實差唔多啦，平均向啦。咁講我相當係其實看最少就係人們會看那個日本片。我算得出來，我講過有南昌看過嘅嘛《蝶龍摩斯拉》啦。然後還有買再見可魯啊，還有嘅乜嘅宮崎咩宮崎駿嘅很多身影少女，咩神隱少女啦，身影的少女，你要從呢講數。神隱少女啦，咁啊日本片我看太少，因為日本話睇唔識啦，真係睇唔識。啊，中國人識啦，睇
糖的時佢用嘢攏幾支嘅。嗌糖唔食，拜託，唔好講嗌真嘅糖唔食。你有冇解咯？哎呀，有日本片唔是糖食，看就好咧。你就講嘅嗌痛快糖唔食，唔得對講嘛嘅。唔過你下一門咧觀眾朋友講，按多片可能係那種含有青島片分類中嘅劇情片啊、愛情片、科幻片，那種係唔最好咧。等下再嚟繼續落大家，向下來分享了。如果係咩少女咩，係咩種好看愛情片，愛情片，韓國本係驕子嗰種，本係驕吼，冇本係感通到任何，有丟出有收穫的感覺，一定要丟出來。係我有滿足嘅感覺。韓國吼223唔好嘅恐怖片，大家要講哦，加上啲都要注意精彩。誒唔是啊，你專部卡就講得係到。喎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個節目現場，加入滿到大家講人生當中第一部看嘅影片，即係講第一個有印象嘅天陽係哪部影片？不過撒下嚟滿大講，天陽分類有按多種，比如動作片啊、愛情片啊、文藝片啊、科幻片啊，按多種。滿大家講，最好看嘅分類係哪種分類？阿志。像我按小五嘅人啊，最好看嘅一定就係愛情片、劇情片，係，因為我就感覺非常中意嗰種非常夢幻嘅感覺。哦，想去做公主就錯嘅。係，唔過那係我看到我唔中意嘅情節嘅時間，我就會快轉跳過喎。拍拖劇情片，所以看劇情嘅發展，然後要快轉，係咩意思？那有啲是壞人佔上風，我就會非常嘅惡，非常嘅劇，我就會直接。轉到最後，不過反應不會大。我將會完美嘅結局出錯嘅。反應唔就會同精彩嘅時間咩？好啦，唔過有啲時我要看情感度，那係我今日心情啊冇按好，有啲會心理壓力重大有負擔嘅時候，就會看啲喜劇，就本身係感覺哦，較悲傷、較歡喜。看喜劇，冇錯。順行嘅姊妹盤，咁強樣。像去按小五，學藝去按小五，要加上動遊戲啫。古時呢，我出動好看愛情片，還有文藝片，愛情文藝片啊。文藝片咁看的是。冇啦，因為我其實咪較好看嘅愛情片啊，因為愛情片其實佢嗰較歐巴，你咪底下個前面會把做完嘅事情，還會抽動好看啊，因為看上嚟以後就當上嘅戀愛唔掂嘛，係。啊，我愛知道有陣時嘅愛情和太體都會留夢想結合關係。古時看出來以後就知道，自己人生愛個加油，愛有痴心。古時我就較好看那種嘅片啦。你覺得這種扮演吼，上嘅前條路，天公本本無挑夫，就係講這種人啦。無挑夫。日日去開始山盟大變嘛，做地毛嘅阿爺妹。我先講我唔中意嘅，我就唔中意嘅戰爭，咩係戰爭片，還有科幻英雄類嘅，我就唔好記得上大比波，韓國記得動英陣呢，唔知記得佢英陣嘛㗎？我係咩係少女咩？係咩動好看愛情片，愛情片，韓國本係驕子嗰種，本係驕吼，冇本係感通到。任何有丟出有收穫嘅感覺，一定要丟出來。係，我有滿足嘅感覺。韓國吼223唔好嘅恐怖片，大家要講哦，加上啲都要背嘅精彩。誒唔是啊，你專部卡就講得到。係喎，如果吼加散沙蛇梅應加公體按多，你來看一下，其他人是不是跟你們不一樣？先來看一下調查地位度看得到吼，睇這個台灣人看外國片那些最好看的，第一名係乜嘅片？是動作片、動作片。第二名是係科幻片。因為顏唔好誒。係最唔好，不過你話調查係細咧老細妹都強用前2名就強用哦。再來看國片，假是看台灣片還是華語片嘅，第一名是看喜劇。第二名強用係動作片。古時唔三集可能唔係台灣，然後台灣嘅台題冇強用，看後輩人。白劇唔鬧台灣嘅其他人有強用嗎？有。該下啲三三咧講嘅細節咧，我忍很久了。我看我全部講過哦，我要目做用點滴哦，很生氣，認為有啲三三完全唔捌哈，完全唔對呢，完全唔對哦，認為你看嘛個愛情片啊。
愛情片係嘛嘅？男主角哦，然後女主角吼，做咩就會大強下呀？你像二開始你是第一個結局咧，你用辦來看咧，你好比來大回浪費時間咧。咋個解下而家係講哦，咁文藝片咪當好看，文藝片係你正經看些。前面就看些，然後那個畫面衝啊，停通，你就咁樣動好看。一看到最面喊啲嘅嘢啊東西，你何必來浪費你嘅時間呢？所以咋個咧，我講一下啲科幻片。你科幻片吼，就得滿足我自己細細嘅幻想，像我青色嘅世界是天馬行空的小男孩。你看，我今日做嘅啲熊熊，對啲哦，我就是按電影上吼，那個唱做咧做到性黃嘅音吼。所以這樣天馬行空，亂開東西啊！因為個科幻片個題材咪當貼片啦，你做得想象一下，你行落去另外一個世界，去到另外一個世界，感覺就冇強龍嘅散發，上天島，上天島咧，你真係咧，還是看埋個愛情片，你用咩唔主角？咩主角啦？咩主角啦？你好好講翻，都慢慢你係主角，我安尼講翻啦。唔過講正經，誰來你老什麼好看的片吼？正經有真，香港有相似嘅看戲嘅，比如話講演講去聽就會看賀歲片、喜劇片嘛，跟小鳳唔好看的那種片。就當唔敢講嘅強樣，聽一名一聽係。動作片、科幻動作都喜歡，還有爆笑喜劇還沒懂好。佢就聽說啲天上人聽說會看獵掉啊，爽片啊！一聽我看個爽片，因為看天上係放鬆心情。就是用嗰個引號有冇？係啊，最大送錢咧就係看啲恐怖片。冇錯，真啊！因為恐怖片吼，但是佢每到講電話嚇動，我估說佢前面就動不了，你這個等到佢最尾我喊唔到吼。佢係因為天樣嘅電影院嘅嘅音效，佢影響動態上讓人嚇到嘅，講個猜，嗰種吼，佢看到咧成個按艱苦做乜嘅？係啊，打起來你先艱苦嘅，冇中醫，啲阿姊妹強樣，係啦，好種強樣，係因為我真係完全冇辦法接受鬼片呐、恐怖片呐，我咧感覺講會嚇死嘅，真係會嚇死嘅。就算有人片愛看，可能佢嘅恐怖指數冇按過，有人片愛看，我都在按用懵懵嘅看一下。我那真係看起來心肝都會有陰影啲嘛，啊冇同冇辦法睡夢啲嘛，真係會嚇到。唔講我哋都講有啲人就係青好出奇嘅。唔講我就感覺講我冇想會刺架嚇刺架，人嚇人嚇死人。哦，咁仲嚟老太講嘅，東京看咧出奇嘅唔單止阿姊，佢東京出奇還有彭思娟，我看人生都按太斜，哦，青毛蛋哦，冇擔太太哦，擔細啦。其實最唔好嘅就係恐怖片。你最唔好就阿姊演。你好，只講過我看電影就係講輕鬆啦。花錢請吹書，錢出嘅做咩咯？你將係看過嘅嘛？像《屍速列車》啦，冇出嘅恐怖蠟像館嘅種。絕命終結戰啊！係啊，啲主角走嘅時間，伊係對個下水道冇拿個剪刀去剪嘢嘅腳有冇？你就講鬼從個天啊，就講哦，做咩咯？做咩呢？嚇死人咯！唔過我老太太講下，我要自首，像我老阿爺冇咁樣，我聽出去天陽嘅第一部，我偷嘅做鬼片，還有恐怖片。但是我媽我無法度老阿爺冇聽話，伊看我講佢會吵醒嘅。我唔啱動點錢。唔過先前我問阿爺冇所以講。唐講吼，頭擺去買票嘅時節，唔看佢按太淡，唔過啥唔敢對店員講一條話。因為我去買票嘅時節吼，我要排寫講嘅天樣嘅名誒。你要看嘛天樣？譬如講吼，我看嘅假設講我看刻在你心裡嘅名字，我講唔出來。咁我看那個雞麻雞，刻在。就嘅因為我只講出來當排寫咧，尷尬。所以唔多斜天線，我想講，叫我想講係用嘅，我就唔信你。尷尬，我排寫。你正經唔承認，唔是安講，我就想說你怕他說哦。
拍谁呢？我系卡东亚性冠毒嘅人。要紧乌。我想刻在你心里的。你不不太懵，唔知安尼想。唔过讲到北徛吼，卖票有些卖啦天然票，有些又发生讲内都有限制嘅事情。该东西系因为吼，特别是该点燃燃嘅时节咯，该点燃吼店员啊，点燃吼全部推荐你嘛个套餐呐。唔过该东西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吼，政府又发嘛个易放券啊，我想讲，哎呦还好便宜，还好优惠哦，还是那个该券吼，券吼，哎，像我们的后置帮我上在七余安券，好天然券哈，里头个天然染哈，然后记得卖个票个之间，哎，他就给我算头串个钱哦，哎哦，好顶个系中白欠，假使系其他银行唔系变去骗到咧，真紧大家都唔知吼，中白徛真紧系将紧调算判。真紧，中白欠的钱就按好骗，冇，完全冇，我传奇的钱吼，可能有3成银行对。跟阿娟呢？阿娟有发生过蛮神奇的事情吗？我記得我太好時間，因為我青口看天樣，我攏同我同學了解嘅時間，冇去考喺期末考嘅時間去看。我青口喺睇台北嘅最大嘅人堂嘅睇信義區嘅微笑那微笑啦。睇嘅人堂實在太暗地，因為太所以我去嘅人，我排隊買票嘅人要得到，我簽到。叫我嘅朋友啊，伊個個性就係。想講冇機包有冇，就先去排隊排到，反正排到嘛，這個時間有乜嘅場次就看乜嘅啊。結果排到眼嘅時間，伊睇櫃台，10人看到嘅好多排隊嘅人啊，見死唔得，千絲哦，因為沒人樣咧。好忙啦，都在拖後嘛。咩啊？見死我要死啊！我死哦！一般哦，本來真幫人學到。嘅我食材吼有一種朋友吼，去搞先準備吼，去搞先上。我真正靠我被堵到，真正會堵唔掉，你係中年嘅阿小鳳咧。我哋最神奇應該都有看天樣冇拿過天樣嘅票根冇？有。嘿，真嘅有哦，苗栗咧就唔敢講係國慶。嘿，我嗰陣時看哦，下豬頭一看200多塊，其實我講幾多錢啊？就本期，錢本期要幾多咧？哎，抽！我講奇怪，哦唔是啊，應該係唔是啊，我想我對應嘅冇，佢冇飛挨，攏冇。跟我趁我去那邊食東西，唔是先燉煙嘅，跟2輪戲唔都按嘅。根本就冇人裝，係佢，我前半期以後佢就熱起嘅，冇人飛挨就熱去看天呀，我一鋪看天以後，我做遊戲的熱，有天山哦，天山有天山來，記得有個黃色的塑膠燈咧，昨天拿來加腳，佢嚟杜搖嘅吼，個空嘅還還有個山媽搓過啦，係啦，還真係帶落去身，個黃色的塑膠燈咧，還真係準做嘅，又喺我看過最讚嘅天陽煙。真正假使有那種議論嘅天陽煙，真正本人吃到會清淡，唔過你下網睇咧，王大手，有做啲加腳。又做在踩天山。真正對王小鳳呢種人來講，吼，真正那一落去就冇想要講出來嘅人，最後下半生裡面上到幾片哦。冇啊！不過來問下觀眾朋友，你最後看的天然係哪一種？韓國你落天然然係為食哪一種東西嘅？等下再來繼續攞大家向下來分享了。我看到好笑嘅部分哦，笑出來，當作係自家不怕有咩啊？但是看到中獎嘅事情哦，我會哎呦作動那個握把哎呦，會拍嘅個猥瑣，就係天童，你可以天童啊！哎呦，太天童哎呦哦，哦，韓國哦，假使係普通啊，一般嘅片啊，冇話劇情嘅書籍哦，因為老眼選項嘅片就咧投的，梗係好，你就看到冇？梗係東西買東西，好多知識嘅。歡迎大家多咗嚟後生台上個節目現場，今日問大家嘛，所以講最鬧嘅天陽嘅類型啦，最中意嘅天陽類型，唔過三下兩個問題，天出係當當然會考慮嘅問題係講，佢天陽嘅時節，到底愛買哪條東西？即係講自家煮好，總係當然做唔得。佢第二嘅天陽嘅地位來看，眼望先唔會通哪種東西。我天出愛帶爆米花，尤其係冬天。焦糖嘅嘅，跟你一樣甜。比我還較甜，哎呀，天錯大，還有我咩買個破雞，唔過佢無雞排按香，古時候佢嘅長途吼沒有那麼 evil，沒有那麼邪惡吼。
唔过哦，就迄设计有骨头啦，较无方便啦。上爱 K 就臭嘅哎。呀，你 K 油唧唧的呢。真紧吼，甲小凤，哎，因为卖嘛东西。甲迄个麦当劳、肯德基人来做也挺普通啦。俺做对老太太吼推荐伊只东西，当好的就迄个鸡脚，吼，还有个鸭叶，吼，你看天样，甲就见 K，安尼蹦天样。因为有喵喵的。里面有跟塑胶袋的声音呢，稀稀疏疏都跟塑胶袋的声音是哦。的声音呢。错啊！都听人闹呢。然后古时候我就吃到爆米花这样较方便，跌到贵天来，个点烟行较好收天来，我汉生怎么把跌到天来了？你还没生配，你可能喺下眼两片有烂空啦，我对安尼我走出对啊来。，印看就要印色安样啊，韩国买哪个给台迪士尼买个爆米花桶啊，就拿到柜台啊，就抢个点嘢，然后个爆米花撞落去，啊，这运动搞坏呢。真紧张。真运动感，他们吃可去能给咖啡底咖位。给叫，你把好多。奶妹，不过讲真紧啊，爆米花这种事情啊，都一般19世纪的时候，天养烟刚出来刚好，看天养其实系种非常奢侈的事情。看一部天养，佢喺高级上流社会营当中嚟看，嗰种时候都天养嘅诺贝还有人咧谈出来买嘅爆米花帮那个保秀米。唔过嗰种时我买就当佢要带落去，嗰种时哦还有嘅天养烟调教要讲。大家咧下储存出来，孵胎流出来，我看有人要调低那个爆米花嘛，做唔得，唔过到1929年刚好，因为美国经济大萧条，大家就是讲连看天养，这种奢侈活动谁想看？结果就调解说，跟挨就七家老大都摊上买落来，就讲大家都挨调钱做在摆摊。可是我要跟你们收租金，结果我们发现，大家就去买爆米花，真的是非常好赚。所以，下看天然人赞助在外派爆米花是按用投利来的。好，给自己，因为看天然会蹦嘛个东西。其实以前啊，证明我会感觉讲一天会蹦嘅保香米，因为保香米劈起来就冻香啊。不过后来我就发现到，我证明是唔对。采过来呢，到后来证明迄劈起来冻香，不过试到后尾就懵懵啊，就含走的。后来我就会去家买个饼的嘛，不过我要要做一早嘛，不过又想讲。做唔得，是跳到水啊，跳到凉水法，动上去来去偏手，都麻烦。古时呢，后来你就会两三人买一包。咁你做在包嘅包太年。冇啦，做唔得，买一包饼诶，再过来就会用它生意比那个卡路比斯、可尔必斯，还有没有糖的绿茶。无糖绿，不过无糖绿非常的利尿呢，可能看到冻红就会上来黄古时候两三是一比，还做唔得实体。还做唔得实体。冇错。含功夫看到天要按 B P。不过，你好，那个看天然的时节，这上未拄到顺条人又冻到奇奇怪怪那种怪癖，又相信为时你看天然的时节永远按用去，你家有谈讲有两种事情吗？有，我有啲朋友吼，佢去看天就懂到一怪癖，一係其中之一聽聽，就係呢佢去看天樣嘅時節，聽錯愛牽拼人嘅樹，係從頭牽到尾哦，無論佢係細嚟，無論佢係老細來老細妹吼，佢說根本佢做啲牽人嘅樹，因為牽人啦，係因為佢會吃到冇安全感啊，佢講佢一上癮去看嘅話，佢就會罵，佢會走對啦，吼，唔過佢就會他就會靠人家很近，靠人很近，嘿，古時候人家說。你自己懂乖呢，給大家你去老幾怎麼會安聽錯而去啊？帶動風化唔好嗎？因為天陽煙唱舞咧，佢會講。給阿自己咩按呢？係，因為眼真嘅，大家還有講到眼動講看嘅鬼片，還有恐怖片嘛。不過其實唔大唱愛用，因為眼真嘅挺容易俾人嚇到，眼連嘅動作片都會俾佢嚇到，因為動作片條背都可能就有反應啊，音效咩動態上？嚇人啊，還會有爆炸嘅聲音啊，眼就會嚇到。唔過睇本，因為眼就會作順風嘅人嘅時候，然後順風嘅人呢，有啲時間啊。佢都會當天用吧，因為佢唔係本嘅天樣效果嚇到，係本眼嚇到。順風你就會揀男朋友啦。唔錯，我要見做佢。你真見呢？阿爺妹呢？我就搞唔一條。哎，去看安樣嘅天樣，係咪本嘢嘅嚇到，真係太嫩了。我吼，假使講我點解咁樣去看恐怖片，我從頭到尾樣誒。
我依個宿舍頂我義工，因為我通常唔係本嘅劇情學到，我係本嘅影響學到，我本嘅影響學到我就都唔爽快，所以我從頭到尾其實係按樣台看天。哦，白劍啦，你看天然是用乜嘅怪癖咧？大家刚才讲的故事吼，是种当係從矮嘅故事呢，因為矮只會改種哦，水地影腦到天然人地位度嘅影。因為大家看哦，無論係乜嘅喜劇啊，乜嘅恐怖片啊，但係全部出上映，我看到好笑嘅部分哦，哈哈哈哈，笑出來，當作係自家變下來用哦。但是看到動驚嘅事情哦，我會哎呦。作動那個握把哎呦，會拍嘅個猥瑣，就係天童，你可以天童啊！哎呦，大天童安用哦。哦，韓國哦，假使係普通啊，日本嘅片啊，冇話劇情嘅書之後，咁咪撈眼選項嘅片就咧討論，哦，解下好，你啲看到冇？解啲東西買東西，討論之對嘅，要超係安用，到天然地位讀嘅書之後，就係就選項嘅，五形式嘅片就哦，五形式嘅音哦，就會個。就叫我這樣子說，閉嘴哦，你要講閉嘴哦。你有讀到？我也不是省油的燈。有哎。天然佢哋播出哦，開始就，然後又閉嘴哦，開始就馬轉去哦，我冇係輸完用，結果咧，我喊英文係讓咧係冇，結果我半後背用踢咧。你睇落好，睇落雜，撞回去啊！你真緊撞定然後你睇不應該看天然，冇應該對天然人來看天然。給阿娟咧，有買怪癖，要用糖講有買怪癖。我有兩隻怪癖啦，第一咧吼，就係我最鬧，就係我去個陽塘嘅地方啊，最鬧就有啲人臭味嘅嘛。其實天然嘅味冇一法啦，有啲人就臭嘅腳趾頭嘛。腳發，大家都腳發啦，是因為那舞蹈科嘅咩？腳按發啦。李穎珍是被你欺負嗎？李穎珍是怎樣？腳趾頭嘛，我肚到隔壁咧，一年啊！哦，我國先哦，我唔會用嘢咧，我從陽澄。你嚟靠出嘢。啊，頭公量啊，天嘢就係更加，唔係話。更加喺防疫期間，啱哥其實係對以前係稱好咗咧，酒精嚟攝。呢啲時間係之前噴酒精，啱前面係冇帶對我嘅人都熊寶貝啊，佢稱好用，因為有啲人身體個臭啊，有啲體味有冇？清白片上係。而係對得熱噴喎，真係。冇啊，我雖然噴係咗噴而臭過啲嘅，但係要成水嘛，我哋冷起嚟冷臭。哦，所以冇辦法，有一段人唔太臭嘅。真係成真件裝唔嚟就算嘅。你哋種有潔癖嘅人吼，從人錯過味嘅，真係會有啲人惡笑，真係會安尼感覺。唔過愛吃到加糖落來啊，真係最頂人鬧人愛就唔講係乜生啊。觀眾有冇想下？你看天樣嘅時節，最鬧肚到哪一條事情？韓國喺向你推薦一部電影，我推薦哪一部咧？等下再來繼續聊大家，將下來分享了。聽說要轉成什麼模式？靜音，嘿，靜音模式。不過有啲人就轉成震動模式聽聽，震動還可以有個誒，求生呢？就好嘞，OK。係咪小朋友仲歡喜見踢，我一開始咩愛用？看記，係司機，不過佢就唔會講啊。結果我就會出價講，小朋友不要踢好嗎？我會出價有，兩個媽媽還係爸爸就會感覺哦。東海社，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個節目現場。你上一團有問題大家講對天然人世界，看天然有哪啲怪癖？唔過你對天然人係最鬧肚到中白劇，哦，有太媽上蓋，還有最鬧肚到富士人啊、馮小鳳那個撇骨頭啊，係乜個意思？唔過唔單止安樣型，你對天然人係咪肚到哪啲最敵人鬧嘅事情？強下來看一團長片咯。就係你啦。有面茶。都笑你。係我。鍾麗人。張媽媽。哇係有。
我去打睡觉了。不要睡，跳舞啊！出头富美来，马仔，哎呀，没事，没事，牛肉面，牛肉面，我就。哎，你晚上到。宽天样啦，宽天样中的贡献吧。阿中不想要加薪，点了，加薪。快！要普遍的 C 类主角吼，之前有做过嘅漫威英雄片，最近喺啲嘅 Netflix 上都有新片，都好看哦。我们其中佢最近咧，我那边今天抢救，今天救人呐！有绝地救援、空中救援、极速救援，那有卖今天救人哦。今天动力60秒，拜托因医生面前的肉片。今天尖叫，今天星期一，今天我要嫁给你，今天开拍，今天老板不在家，今天营救。今天营救，有，我拿那个各种面，拿着冰箱，赢对赢我赢。哎，反正系讲来咧，完全是你嘞。然后但是安阳听到天然嘅，hắn拄過hắn拿28嘅事情要嚟到，真嘅小鳳班。實際我就冇講嘅，你自己做過那條事情哈。唔過我真件動腦一件事情哈，但係太監咩做唔得怪我，家佢要撲出來，而邊我腳哈，自己起但就冇我坐低按過啊。嗰種我切條我真件嘅有得味痛死。你切頭就都夾胸脯按過啦。嘿，那有上次嘅味動氣啊，我想我從下下呢。拗腳嘅，下揾腳啊，佢數下板唔跟你就會買商務艙啊，莫坐經濟艙。天陽煙，但有商務艙啊。還有我真件棟樓嘛，幹點嘛？個天花哈很亮。佢就算冇講天花，佢嘅亮度有嘛？我啲嘅度我當好衰時節嘅數據要同好衰就勁超。係係啊嘛？你就知道佢跳操嘅，係真緊要相信有個天然人看天然嘅，見留手機即係講見灰線先，嘅畫面按操按講，按樣版型看天然嘅，係嘛？真緊理解係嘛？就剛才講數據哈，其實聽操要轉成什麼模式？靜音嘿，靜音模式，不過有的人就轉成震動模式聽聽，震動還可以有個出點就酸會動嘞，小聲，就好嘞好嘞，OK，就酸嘞，佢還會拿起來看，哦，原來係我嘅拉，又見拉，有個亮的光，哇，懂得人啦，當參謀。真勁，再過來呢就會從北強按用嘅人啦，怎麼解？老幾去看天樣嘅，發可能就講，呀，做迄馬啥，做迄馬啥，就講他底怪都會做嘅東西。佢良心冇講哦，唔記得咧。
唔讲，我之后按用嘅事情就懂电影，你完全就变电影解说员了，哦，该阿志怡，你最脑那的。嗰種就係講到溜書記啊，嘅熒幕啊，就非常會講嘛。唔知係一來看天，係一來看書記啊。而家看書記就地步卡看出好咧，係冇啊？真緊，看手機真緊係到天然嘅溜手機，真緊係大家的共同體驗嘅，嘅阿爺妹。我就同嘅看家樣片啲路親腦就係像王小寶硬踢硬踢眼睛嘅，嗰種一直發生，我就會反過去刺激，嗰時候又發生我就。佢都希望佢停下來，一動腦，還有，假使講有人吼失爆誒，失爆米花失爆誒，啲日紅唇大 at， 嘅細，就嘅咪拖，嘅真嘅會定人 V 呢，總定人腦，還有，哎呦，根本做唔夾。為什麼抖電影要誒？係啊，還有我親到嘅自推嘅上癮，因為七七出車，你就不會吃到幾種運動嘅食物，運動唔起來，動點親嘅劇情嘅。你就記了，人煮嘢辦喺動幾多擺，又動唔起來啦，哎，太快啦！行卡清楚，還有假使講吼，佢認同舉牌咪強排強，咪動腦，還有就係從裝不欠線上強咯。佢藝啲劇情當好笑冇唔錯，佢有必要笑到按開心，情境就嚟比較哦。我給張伯謙哈兩幾位來道歉一下。因為你看，嗰下個天然哦，地位都動好笑啊，笑嘅時間係咪就聽到背後嘅那個音效聲？我負責你下音效誒，我冇啦，冇自然，我兼下我冇笑出來，大家會知道唔好笑。唔係哦，唔係，你冇眼用音哦，完全唔係。嘅阿志怡假使半夜1000口，老張伯謙強下看天然愛麼？愛冇愛，唔過呢，我人講有人比鐘伯強喊他歐巴，因為講其實鐘伯強喺田地地位都嘅笑就笑嘛，有一班我讀到真係當歐巴嘅，係有一三人老夾嘅朋友，都奇怪，佢哋就坐啲藝術吼，唔過。佢哋愛笑嘅時，他們的笑點啊，沒有人知道。就想會笑就笑出來。都奇怪，比如講劇情片，然後做到佢唔好笑，那唔足夠實體，他們笑很大聲。現在發生乜嘅事情？你猜下就按用看，今日嘅笑咯，都奇怪。藝咩動腦用萬年啲喎，佢調動太雜嘅，調哪太雜？老技巧用。唔係，因為佢吼當矮咧，大白佢可能天然嘅時間，佢會自家帶個小小凳子，企到個沙發度。冇叫佢本天挑天已炸到掉。當場嘅社區即係剪挑那麼嘅時間。你得標我標新紅標當狗要嗎？冇啦，我就等上帶嘅坐墊啦，冇啦。我其實有請到試拍我嘅天陽夜咧，就是真的是很適合我的，我請到。相關嘅我咩動腦家下。有演到嘅有人聽我嘅等等嘛，不過大部分讀到嘅都係小朋友冇衝按路嘅冇讀過，大部分都係小朋友。冇衝係腳按床嘅，哪個按路嘅？係咪小朋友當反，要見踢，我一開始咩按用看記，係司機，唔過佢就唔會講啊，結果我就會出價講小朋友不要踢好嗎？我出價有，其實媽媽係爸爸就會講哦。當排寫當講，佢就按樣啦，就開始教訓自家嘅聲音嘅。哦，真緊吼，最尾嘅時間本大家來推薦一下自家心目當中第一名嘅天然，好冇？阿志怡先來。第一名就係曼哈頓練習曲哦，真嘅，都好看，都無聊嘅，我看有600，按時間先到呢。 600就500，真嘅，因為人生冇其他事情好做嘅，係冇。亞普片真嘅當好，翕來當好，佢係歌舞片嘛，音樂片嘛，唔過呢佢係動態片嘅音樂片。因為萬講先講，我頭一擺看到嘅時間，當有一段就係男主角表演藝術歌曲，結果女主角彈到藝術歌曲嘅時，佢就提到講男主角因為劈腿了，這樣是女主角。他是會心酸嗎？
就是他听得出来那个男生做的歌不对啦。故事呢跟主角就叫咧，主角叫嘅時間用埋嗌咩停定叫咧，係嗌咗講亞普片用蠻動厲害，因為呢佢雖然係音樂片嘛歌舞片，不過呢佢嘅歌曲啊還有劇情係非常融合嘅，冇錯。韓國有啲天樣佢地位度嘅歌曲唔好聽，不過佢唔會。全部嘅歌曲都當好聽，韓國地位都係主角，其他那套已經聽獎咧。你是重點是在那個女主角吧？沒嗎？沒有。有對啦。看到會知道講，其實佢就係主角。冇錯。還有另外一家重點是，你很想要從下水道蓋子出來嘛？哈，你那個地表都有這樣片段啊。你不是說已經看6遍？你有咩重點？你問李家，你係推薦嚟鋪天陽咧？係，我一看嘅推薦嘅一部天陽，其實因為天陽吼，對我嚟講，嗰時陣我算係懂些各種應援神天天，我就一看嘅天陽係日本片，按到扶桑花細魔嘅扶桑花女孩，因為追求夢想嘅樣片，嗰啲關主角佢好跳舞嘅，唔過嗰時我嘟好，就耳朵好搞嘛，耳朵好搞嘅時陣就會上不下，我練功動辛苦啊，就冇上去拖。唔過其實真嘅看到亞樣片呢，我就繼續拖下去咧，因為佢哋外都有台詞講吼，在每個生命當中呢，最重要的養分就是汗水跟眼淚的組成。哇！可以知道哇，真勁呢！你黑狗，你有精彩嘅什麼樣？哈，真的是你的眼淚跟你的汗水這些養分去組成的。僅僅是這種不經一番寒徹骨，焉得梅花撲鼻香。就老外講哦，真勁有多啲東西要堅持下去，才會得到成功。好，所以每呢，我們的阿思權我老太家推薦一部大家聽說都有看過的《天陽》。好，一部天陽係我睇讀研究所嘅時節看到嘅，咩朋友推薦我嘅，演到喺寶萊塢嘅天陽到三個翁嘅3個傻瓜，伊同嘅曼哈頓同樣係攏係歌舞劇，係伊用嘅元素就是他們當地的那種民謠風。我其實因為我讀研究所嘅時節係我最痛苦嘅時節，所以伊規個天陽嘅劇情啊，本來伊咧心得就係講。睇學習嘅時節一定要清無順時嘅時節，咁嗰睇無隔意無就無順時痛苦嘅時節，我前度嘅地方快樂，學習我前度快樂。然後而家男主角其實時常對切格講嘅記法，伊遇到困難嘅時節會講 All is well， All is well，All is well。錯，有記法就從我更加嘅心情傾向。你真係翻譯嘛？全部都係好嘅，全部都係好嘅。所有發生嘅事情都係祝福嘅，全部所有。等全部記住好嘛，梗係就發大財要麼？要。咩係用呢個？基本上大家來分享這個哈，你們這從頭嘛講，戲如人生，人生如戲，咧天然是這種動情、那種虛構的人生形容。你到咧劇情地步，聽人劇情感受呢種喜怒哀樂。嘛希望啊，大家簽到自己最中意嘅天然，我記得下禮拜更加時間，我哋繼續來收看你嘅後生太上宮，要打太極歌。好嚟聊聊，拜拜。看天陽哦，我係請阿思權看恐怖片。小心一點，那個主演就好。都話都唔看恐怖片。哎呦，有恐怖有恐怖。其實而且嗰種是短暫嘅嘛。